同乡大家好，今仔日是9月初8，咱拢会记哩伫60年前，1951年的9月初8，全世界大家注目的重心就是伫这个旧金山和平会议。对这个和平会议的召开，对台湾人来讲，上界重要就是讲台湾人的政治地位、国际地位，伫遐有一个结论，吼，有一个真明确的，甲咱注定的。那么这个国际会议呢，吼，伫遐有签署一个旧金山和平条约。这个和平条约呢，伫遐我想要来进一步检讨台湾人今仔日所面对的种种问题，吼，伫遐才有法度提出一个真好的这个解答的呢。那么，咱过去旧金山湾区有一群好朋友，大家拢伫咧遮讨论、伫遮研究、伫遮检讨，吼，这旧金山合约到底对台湾的国际地位有啥物影响？那么，咱今仔日在场有几个先进在遮，咱即摆一个来请因来对这个日大家发表做一个意见，吼。咱就请陈国华先生来甲咱报告。安尼哦，这吼。我穿这领 T 恤吼，这可能应该是10年啊，10年前的哈。50周年的时阵，大家去旧金山咧做游行吼，迄阵我会去你南市普尔市吼，有去演讲吼。做一个台湾人吼，是安尼讲起来，做要安怎讲吼，就是讲真怨叹啦吼。60年以后，咱还阁伫遮咧讲，无讲真大的行动吼。不过最近我是感觉。台湾方面吼，有真侪人原来对这个议题吼已经真注重吼。最近像2、3日前有一个真大的游行，吼，我们中华社人我真毋知吼。所以这一个真好现象，就是讲咱毋通袂记这代志，咱还未成功以前吼，爱继续去拍拼吼。希望台湾有一日是变做一个主权独立吼，真咱大家真欢喜转去的一个所在。好，多谢。多谢，迄个陈国华吼，过来请。我无准备咧。哦，不要紧，不要紧。其实我甲你讲一个你的感想，安尼的感觉。我个人感想是，这个旧金山合约对台湾的前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约啦。过去真侪人无咧注意，因为时间也足久啦，所以这个咱即马真爱开始去强调这个条约对咱台湾的前途甲地位的重要性。希望更较侪人共同来思考这个问题，真正发出咱的声音，真正提出咱行动。望伫真近的将来，咱台湾会根据这个合约，台湾的地位要安怎决定？已经伫合约内面是决定了啊，但是咱台湾人拢真侪也毋知影国民党硬咧甲咱拗，中共也无要承认，所以只有靠咱台湾人家己发声，家己提出咱的意志来向美国政府强烈来要求讲，这个台湾人的地位，你爱好好来管理来处理，互咱台湾人的前途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来行。我希望这种的努力，咱会阁继续搁落去。希望有真近的将来，咱有真好的效果，真好的收成。多谢。感谢。过来请罗大先来甲咱做一个简单报告。我是感觉安尼啦，就是讲这个代志，敢若国内敢若无啥人咧注意这个问题啊，可能是国民党一直咧教育时阵，就教育讲这是。台湾就是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过，就是这一个直接交予中华民国政府嘛。但是因咧文件顶悬根本就无写讲要交予人，伊敢若放弃尔。这个问题是毋是咱台湾人民会当了解讲，若安尼时阵是毋是爱行另外一条路，就是讲要交予中华民国。你用啥物迄落合法的证件，互咱看，也是讲，若无的时阵，即个台湾的迄个地位是安怎？就是爱经过甚至爱经过美国
甲咱证明讲哦，迄是有哦，这是交中华民国，也是讲无啊，这个台湾地位是安怎？啊，美国到即马啊，拢激点点嘛，拢知影。啊，是毋是会当讲逼讲美国爱互伊讲，你爱讲出讲你即个台湾即马地位是到底是安怎？互台湾人民有一个选择。哦，啊，即马我看台湾可能林志升、林博士吼，伊有若定有咧做即个代志啦。啊，但即马做到啥物程度，咱都无啥知影。听讲是袂歹啦，吼啊袂歹是当然台湾人民嘛爱较侪人知影即个代志，啊有迄个行动，毋才有效嘛。你著干那咧谈，干那讲，干那无啥效，啊台湾人民嘛拢毋知影，大部分啦。啊，知影的人，你讲伊行动的能力有偌大，迄落能力有偌大吼，嘛毋知影咧。效果有偌大嘛毋知影，所以讲我感觉讲爱搁继续努力啦。好，安尼。